人嘅問題一向都係好棘手嘅嘢嚟，至於屋企人嘅問題就更加係難上加難啦。因為每條友都有自己嘅原則同主見，佢哋會諗我應該點樣生活，應該追求啲乜，應該接受啲乜，又應該改變啲乜，乜嘢係值得去搏命，乜嘢唔值得蝕底。每個屋企人都會有自己嘅諗法，好多時候屋企人嘅主見就係最大嘅摩擦力啦。就好似阿叔嘅賭債、大伯嘅卡數、老爺層樓嘅供款，我同老公當年嘅冷戰，老爺同老公嗌交等等，呢啲都係沒完沒了嘅爭執、縮沙，仲有怨氣嚟，足夠令到任何一個原本決心理財嘅人嘅行動搞到被拖累，能量被吸走，理財效果大打折扣㗎。喺理財嘅過程入面，甚至唔使真係窮到窿，都已經可以癱瘓晒所有嘅行動力㗎啦。我就係自己經歷過，亦都睇住人哋經歷，真係好感慨咯。16年以嚟，我一直都糾結緊當年陷入嘅財政困境。我好想知道，如果可以時光倒流，我應該點樣再去處理大伯卡數嘅問題？應該點樣同老公溝通減輕彼此嘅壓力？仲有應該點樣同老爺溝通先可以降下佢度火？我好清楚知道，如果想理財成功，絕對唔可以放棄思考同整理呢啲問題㗎。就好似面對緊一份理財試卷咁，錢同人嘅問題就係佔25分嘅應用題嚟。想要攞高分，呢25分嘅應用題就絕對唔可以 skip。我立志要財務自由，就必須要去解題。最後估唔到幫我解開呢個死結嘅，竟然係我自己嘅運氣。咁多年嚟喺台灣幾乎揾唔到本係討論錢同人際關係嘅書，每本理財書多數都係講下揀股、資金分配、經濟學、貨幣、樓市同致富心理學等等呢啲，仲有發達嘅古仔到經濟趨勢咁，幾乎就係冇任何一個章節講錢同人際關係呢個問題。但係冇人討論就唔代表唔值得傾㗎。最後真係靠好彩，喺中央圖書館嘅角落度揾到一本已經絕咗版嘅書。本書嘅書名就係叫《愛在金錢蔓延時》（Love and Money）。本書講愛同錢，我見到嗰時真係皺晒眉頭，但個書名又好吸睛喎。我將本書擺喺手心，揭開第一頁，好快速咁掃視咗作者嘅背景。個作者叫強納森瑞奇 （Jonathan Rich），係心理學嘅博士，亦都係一個出名嘅婚姻金錢輔導師嚟。瑞奇平時係住喺加州，專門幫啲夫妻處理啲金錢糾紛同錢銀嘅問題㗎，包括價值觀、習慣、夢想同埋目標嘅差異啦。我好隨意咁揭到去本書中間嗰頁，見到個奇怪嘅大圓圈。我用手指摸下個圓圈嘅邊界，深深咁俾呢個圈吸引住啦。強納森瑞奇話呢個圈就係叫金錢圈啦。佢解釋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金錢圈㗎，而每個圈就係代表緊邊個人可以用到你嘅錢。有啲人嘅金錢圈係好細，細到得返自己，意思就係自己賺錢就自己使，人哋賺就人哋使，河水不犯井水。而有啲人嘅金錢圈就會好大，除咗包括最親嘅父母兄弟，甚至連親戚同老友都包括埋㗎。呢啲人都可以 share 自己啲錢俾佢哋，呢類人個圈就會好大啦。